各位居民大家好，我係方國珊。舊年9月颱風華加莎吹襲香港，將軍澳南沿岸受災嚴重。為咗保護社區嘅安全，土拓署喺將軍澳南沿岸興建緊第2道嘅防線，多層保護設計嘅沿岸改善工程。最前線嘅會係用現有嘅斜面海堤同一幅1.1米高嘅擋浪牆去抵禦海浪，並喺海岸後邊海濱長廊加建1.3米高嘅擋水牆，透過雙重嘅防禦去舒緩浪湧同埋水浸嘅問題。針對居民關心嘅擋水牆高度，經過反映同埋爭取，1.3米嘅擋水牆石屎牆嘅部分係佔大約0.9米高，上面0.4米係則用鋼化嘅玻璃，既安全又保留到居民係想見更開揚嘅景觀嘅方向。早排我哋同土拓署一齊去現場親身視察過，幫大家直擊最新嘅進度。目前第一期喺 Monterey 對出同第2期南塘澳對出近調景嶺嘅一邊基本已經做起咗噶啦。而家正進行緊單車徑嘅回填工作，同埋做好啲單車線，預計7月就會開返俾大家用。至於第3期嘅 Alto 對出就會即刻緊接開工，預計今年之內完成整個工程嘅。而家已經係入咗颱風季節，俗稱所謂豬腸嘅臨時沖水式擋浪設備會繼續駐守。將南公園同沿岸嘅商鋪亦已經加裝晒可拆卸嘅擋水閘。為咗長遠嘅保障，我哋而家係正爭取加建更多近岸嘅防波石同埋離岸嘅防波堤。而為咗確保方案係可行性，我哋特登同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嘅教授同埋博士生攜手研究，並參考近期香港仔避風塘擴建工程嘅防護設計，進行模擬測試同埋驗證，務求係全方位科學化咁樣強化防波堤，同埋去應對未來嘅極端天氣。無論係眼前嘅防汛工程，定係長遠嘅規劃，我哋都會繼續幫大家緊貼進度，做多幾步，等街坊住得安心，守護好我哋嘅將軍澳南社區。